Hello，你哋好，歡迎大家去收睇做 N 的療愈星球頻道，多謝你哋嘅支持、訂閱、收看。今日呢係2026年嘅7月29號星期三，早晨，剛剛起身。大家呢尋日有冇睇到東張西望？李文芳呢就主持報導一間旺角私營嘅護老院虐老案，大家有冇睇到？受害一個嘅婆婆呢就叫做佩玲啊佢本身咧係患癌嘅，同埋一個中風啊完全係冇呢個自理能力嘅。咁院方咧竟然係為咗貪方便啦，嫌去嘈啦，就竟然係將約束醫咧係將佢咧綁喺架輪椅度，咁就韞喺間洗衣房入面咧成12個鐘。咁佩玲婆婆喺入面咧就求救，我好辛苦，求下你哋放過我。咁聽落咧，其實真係好冇良心啊嚇！最心寒係乜嘢呢？阿李文芳咧，東張西望個主持咧，就攞住條片段啊，偷拍嘅，有個員工就偷拍，咁同院方對質嘅時候呢，咁當時就一個夜間嘅負責人啦，一個徐主任同埋一個職員嘅阿敏，佢哋呢就係推卸咗呢個責任啊，就話冇呢件事，我哋照顧得好好。另一邊呢就講大話，佢喺入面自己行入去洗衣房。佩玲婆婆呢對腳呢就爛啦嚇，其實根本就行唔到嘅。其實咁都講得出啦。同埋大家有冇留意到呢？呢一位嘅職員呢講嘅嘢呢，其實都有啲口音嘅，都幾重口音嘅。好似係一啲外勞或者係可能新移民嘅人士，咁亦都澄清翻絕對唔係話歧視外勞啊嚇。好多外勞呢做嘢喺出面呢好辛苦嘅做得，咁但係我唔知道呢一行嘅行業確實有冇呢一啲嘅人。個心態呢就可能好求其，純粹真係當份工去揾錢，完全係唔會去尊重一啲嘅老人家嘅。咁喺度睇到呢度呢，想同大家去傾翻我自己啦。以前呢，我就做過一間盲人嘅老人院，做咗半年到，咁嗰陣咧好開心嘅。老實講嘅，我印象之中呢，嗰一間咧係冇裝 CCTV 嘅。點解呢？因為始終一啲嘅沖涼啦、長者瞓覺啦，其實都涉及私隱，係真係唔好方便嘅。咁始終咧你冇鏡頭嚇，咁但係以前我做嗰間老人院呢，係有護理員啦、保健員啦、護士啦，大家都好正常，照顧得好好嘅，係有愛心嘅，係啦，咁好開心嘅。咁所以呢，老人院呢，好與壞呢，就純粹睇班人有冇良心。有良心嘅話呢，你冇裝 CCTV 呢，都一樣做得好好。咁如果你冇良心嘅話呢，就好似旺角呢一間啦，專登將個老人家推去一個冇 CCTV 洗衣房一個暗角位嗰度，擺佢喺嗰度虐待。當然啦，我有朋友做過係老人院啦，咁佢就同我講，其實咧做老人院呢行嘅工作咧，日日啦面對住啲老人家啦、失禁啦、生老病死啦，老人家嘅情緒問題啦，有時又會大嗌啊，高粱高粱，有時啊拍床啦，有時啊踢腳啊，唔停嘅，周圍喐嘅有啲嚇，咁個情緒問題呢，真係會睇到化晒嘅。咁有啲職員呢，做下啦，其實個心可能就會變得好麻木，完全冇晒同理心嚇，將自己一啲嘅工作壓力怨氣發泄咗喺一啲冇反抗能力嘅老人家身上。咁工作幾辛苦都好啦，其實絕對唔可以對呢一個嘅佩玲婆婆呢做啲咁嘅嘢嘅。老人院啦，一啲嘅護老院啦，其實本身應該咧係一個長者咧安享晚年嘅地方嚇，唔係一個地獄嚟嘅，係啦。咁亦都咧，如果唔係有一個員工去偷拍咗條片呢，咁呢一位嘅佩玲婆婆呢，其實永遠咧都唔會有人知道。咁亦都咧希望政府咧真係可以檢討一個制度，加強監管，係啦。大家咧幫屋企人啦去揀老人院咧，其實咧都有啲都要留意下。咁咧有一啲咧以下有一啲嘅都可以講一講嘅，係啦，講一講嘅。提防翻啦，即係唔好話入錯一啲唔好嘅老人院啊！其實咧老人院咧，
唔好淨係睇個大堂咯，即係有啲大堂咧，咪好似企企理理啊、光光猛猛咁樣嘅，啊都幾靚。咁首先咧，你可以咧聞下啲走廊同埋啲床位有冇啲尿味。係啦，有冇啲好壓嘅壓味？如果有嘅話咧，即係可能長期有嘅話咧，咁就可能代表呢一間嘅老人院啦，可能係人手唔足夠，即係冇時間幫啲老人家去換片啊。咁你擺得耐嘛，同埋睇下啲老人家啦，佢哋啲頭髮啊、啲指甲啊，會唔會好乾？即係乾唔乾淨，企唔企理？同埋會唔會話個個好似咧呆呆滯滯咁樣咧嚇？咁你都要咁就代表可能咧日常嗰個照顧咧好有問題啦。即係如果會去污糟邋遢嘅話，係啦，同埋咧千祈唔好揀一啲咧，即係自己有啲個人嘅意見啦嚇，自己個人意見嚟嘅。同埋咧千祈咧唔好揀一啲好普通、好普通、好普通，即係普通嗰啲咩私人機構、私人嘅院舍。你要揀咧，你要揀社會福利署個網嚇。揀一啲有政府買位嘅甲級院舍，佢叫做 EA1 同埋 EA2，叫做甲級院舍。社會福利署個網揀一啲有政府買位嘅甲級院舍，即係 EA1 或者 EA2級甲級，因為咧呢一啲政府出錢買起呢啲位呢，其實巡查啦，其實會嚴格好多嘅，人手同埋面積啦，嗰個比例呢係要過關嘅。咁亦都咧可以咧去睇一睇香港老年學會嗰個網站一個嘅質素嘅認證，可以咧 check 下啦，以前呢有冇一啲嘅社署嘅警告信或者一啲嘅記錄。嗱，同埋咧都要咧留意翻，如果做一啲嘅探訪咧，可以睇翻去咧，一啲嘅大髀嘅內側啦，或者 pat pat 啦，有冇出現一啲嘅紅疹或者啲手腳啦，有冇啲瘀傷？咁作為家屬嘅話咧，亦都可以咧唔定時去探訪嗱。以前咧呢個嘅疫情嗰時咧，就要定時規定有一段嘅時間去探訪嘅。係啦，因為咧對一啲嘅老人院啊，咁你可能咧嗱，譬如舉例啦，你定時定候可能12點鐘你去探老人家嘅，咁一啲嘅護理員就知道你係12點鐘就探老人家，咁佢哋嗰個時間咧就可能會好精明啊，就會覺得喂有老人家有家屬嚟探啦嚇，咁啊醒定啲啦咁樣，咁你可以可能突然間你可能2點先去探，咁都可以噶嘛。社會福利署嗰個網呢，就係改善買位嗰個計劃嗰個院舍嚟嘅。佢入面嗰個網頁呢，買位嗰個院舍名單呢，名單入面呢，就會列明咗甲一同埋甲二，幫屋企人呢揀老人院呢，可以去揀社署呢一啲嘅改善買位嘅計劃。起碼人手同比例咧，佢都係平均，同埋可能咧會安全好多。咁呢一條片咧就純粹係我去分享嘅，呢一個係我個人嘅意見啦，意見啦。咁亦都咧有一個咧，香港嗰個老人學會係網址嚟㗎，佢嗰個網頁咧其實可以學嘢嘅。最新消息嚇，通過香港嗰個安老院評審計劃嘅院舍名單，咁你自己去撳咯。去地區咧有呢個港島區啦、九龍東啦、九龍西啦、新界東啦、新界西啦，同埋境外嘅，咁你可以去 check 嘅。同埋佢會有一個叫做獲得良好措施啦、評級啦、院舍嘅管治啦、環境啦，同埋一個嘅照顧嘅過程啦、良好嘅評級啦、卓越評級啦。呢一個嘅香港嘅老年學會呢，我之前去學一啲嘅證書啦，喺呢度學㗎，喺呢度學㗎，係即係攞張 cert 咁樣呢。有一個嘅培訓嚇，一個培訓同埋係有一個嘅過往嘅資歷認可嘅限制嘅，同埋院舍嘅升級證書計劃嚇，有一啲嘅計劃㗎。呢一個係安老院服務嘅考核嚟嘅。
咁如果你哋譬如話我唔知邊度揾喎，咁你喺個上個網址啦，就打香港老年學會啦，佢就會彈到佢嘅網頁。同埋佢呢一間嘅老年學會呢，係學嘢嘅，即係佢學嘢嘅，但係你上網可以睇到嘅。其實佢有四間嘅，我之前就喺金巴利道咯，金巴利中心嗰度學。咁佢有幾間嘅，鴨脷洲又有，荔枝角又有葵涌石興樓地下。咁社會福利署嗰個網頁呢，就係安老服務院舍照顧，咁亦都可以去呢個叫做 check 啦。咁純粹咧呢一條影片呢，我自己去分享嘅，咁可能我講得甩甩咳咳啦，唔好介意啦。以上呢都係我個人嘅意見啦。希望你哋可以即係分享俾多啲人去了解啦。多謝你哋去每一位去收睇，多謝晒先，感謝。